今日嘅節目，我哋依然首先聚焦川普總統嘅中東之行。喺沙特阿拉伯度過咗一日緊湊行程之後，川普嚟到咗卡塔爾，並同卡塔爾簽訂咗一份大規模嘅經濟交流協議。下面就等我哋一齊睇下嚟自白宮嘅突發消息。白宮喺一份總結部分協議內容嘅說明文件入面表示，川普總統同卡塔爾埃米爾塔米姆本哈馬德阿勒薩尼酋長喺星期三簽署嘅協議，將會帶嚟至少1.2萬億美元嘅經濟交流。白宮喺聲明中仲講，今日簽署嘅呢啲具里程碑意義嘅協議，將會推動幾代人嘅創新同繁榮，鞏固美國喺製造業同科技方面嘅領導地位，並引領美國邁向一個全新嘅黃金時代。自從川普總統上任以嚟，佢對美國製造業同創新嘅承諾，吸引咗數以萬億計美元嘅投資同全球商業協議。好似卡塔爾咁嘅盟友，正同美國成功攜手並進。說明文件指出，呢啲協議包括一份同卡塔爾航空公司達成嘅960億美元採購協議，內容係購買最多210架波音787夢幻客機同777X 型飛機，配備 GE 航空引擎。白宮表示，呢單係波音歷史上最大宗嘅寬體客機訂單，亦係最大一筆787訂單。呢份歷史性協議喺生產同交付期間，每年將支撐15.4萬個美國職位，總計喺美國創造超過100萬個就業機會。協議亦包括一份意向聲明，可能令卡塔爾喺烏代德空軍基地以及其他防空同海上安全設施方面投資高達380億美元。白宮話，今日嘅簽署標誌住川普總統有意加快卡塔爾喺美卡安全夥伴關係中嘅防務投資，有助提升地區威懾力，亦會惠及美國本土工業基礎。呢啲新簽訂嘅協議同合作文件，旨在推動美國同卡塔爾雙邊商業關係嘅發展，創造數以千計高薪職位，並喺未來10年以至更長遠時間，為兩國開拓嶄新嘅貿易同投資機遇。根據白宮公佈嘅行程，川普下一站會係阿聯酋。而家外界傳媒都喺度揣測，總統會唔會臨時起意參加星期四喺土耳其舉行嘅俄烏談判。照目前嘅消息睇，代表美國出席嗰場會議嘅將會係國務卿盧比奧。今日我哋揀咗幾篇英文傳媒關於呢件事深入分析同報道。不過喺開始之前，等我哋先一齊重溫星期二川普總統喺沙美投資論壇上面一段重要講話嘅片段。佢講到，未來嘅中東應該由商業而唔係混亂去定義，出口嘅應該係科技，而唔係恐怖主義。呢番講話為美國同中東、西亞穆斯林國家之間嘅關係定下咗基調。Think of it. All of your other industries now have surpassed oil. I don't know if a lot of people will understand what that means. It's so. 呢個係一個具有歷史意義嘅時刻。你哋嘅其他產業已經全面超越咗石油。我唔知有幾多人真係能夠明白呢個意味住咩？呢個真係好大。啲產業而家首次佔據咗沙特經濟嘅大多數份額。諗下啦，其他產業而家甚至比石油仲要大，而石油永遠都會係一個巨無霸。但呢個係對你哋同埋正確運用經濟發展嘅偉大致敬。喺半島嘅其他城市，好似迪拜等地方，呢啲變革同樣好引人注目。喺我哋眼前，一代新領袖正超越咗古老嘅衝突同過時嘅分裂，開創一個未來，一個由商業而唔係混亂定義嘅中東，一個出口嘅係技術而唔係恐怖主義嘅中東，一個唔同國家、宗教同信仰嘅人哋一齊建設城市，而唔係互相轟炸摧毀嘅中東。我哋唔想見到嗰種混亂。更廣泛嘅世界要明白，呢場偉大嘅轉型唔係靠西方嘅干預，亦唔係靠啲坐住靚飛機飛嚟嘅人話俾你哋聽應該點生活、點治理你哋自己嘅國家。唔係嘅，利雅得等地方嗰啲閃耀嘅奇蹟，唔係由啲建國者或者自由派非營利組織創造嘅，就好似佢哋花咗幾萬億美元都冇辦法重建喀布爾、巴格達同其他無數城市咁。相反，中東現代化嘅誕生係由本地嘅人民自己帶嚟嘅，係你哋啲一直生活喺度嘅人，
自己發展主權國家，追求獨特嘅願景，以自己嘅方式規劃自己嘅命運。呢個真係好驚人嘅成就。最終，啲所謂嘅建國者摧毀嘅國家比佢哋建立嘅多，而干預主義者所介入嘅係佢哋自己都唔了解嘅複雜社會。佢哋話俾你哋聽應該點做，但佢哋自己根本唔知點做。和平、繁榮同進步嘅到來，唔係源於對自身傳統嘅徹底否定，而係源於對國家傳統嘅擁抱，同埋對你哋深深熱愛嘅文化遺產嘅堅守。呢啲係只有你哋自己先做到嘅。你哋以阿拉伯嘅方式實現咗一個現代奇蹟。That's a good way. 英國觀察家雜誌發表咗國際問題專家丹尼爾·麥卡錫撰寫嘅文章，分析川普同中東國家之間嘅互動關係。文章指出，以往自由派同新保守派喺外交政策上面有個共同點，就係強調道德主義，但結果唔論係民主黨定共和黨，喺中東都冇成功。川普而家就係運用佢喺商界同競選時期累積落嚟嘅全部手腕，嚟推動中東地區嘅和平同發展。川普總統係美國優先嘅堅定支持者，但佢對阿拉伯世界有住無可否認嘅親和力。佢本來就可以做一位出色嘅酋長，唔飲酒，中意開發浮誇嘅地產去展示權力同財富，而且對石油同埋其他大宗商品喺國際政治中嘅角色有住冷靜而現實嘅理解。8年前第一次競選總統時，川普唔單止因為批評伊拉克戰爭而令共和黨建制派震驚，亦令反戰派感到意外。佢話，如果美國要打仗入侵，至少應該攞埋啲油田。阿伯拉罕協議係川普第一任期外交政策嘅重大成果，而今個星期佢重返中東，希望再次喺和平同利益之間促成新協議。喺星期二利雅得，佢宣稱一個和平、安全、和諧、機遇、創新同成就之地就喺中東，而家近在咫尺。如果呢啲係真嘅，咁就因為川普對阿拉伯世界嘅態度與其他美國領導人完全唔同，佢唔係從意識形態出發。沙特王儲穆罕默德本薩勒曼對川普嘅發言明顯好開心，尤其係聽到川普講，太多美國總統總以為美國嘅責任就係去審視外國領袖嘅靈魂，並且用我哋嘅政策去懲罰佢哋嘅罪孽。相反，川普講佢相信審判係上帝嘅工作，而我嘅責任係捍衛美國，促進穩定、繁榮同和平嘅根本利益。中東長期以嚟都令美國嘅外交道德主義者束手無策。呢片土地始終堅決咁抵抗民主化同自由化，而呢啲正正係所謂歷史終結之後應該發生嘅事。而呢個所謂歷史終結，就係西方精英信仰嘅神話。25年前，新保守派將中東問題歸咎於少數幾個流民國家，佢哋認為只要推翻咗薩達姆嘅伊拉克政權同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其他國家就會效法，喺一場和平革命中接受西方對婦女、人權同以色列嘅觀點。喺此之前，美國可以對伊拉克發動戰爭，遲早亦會對伊朗出手，而沙特繼續維持神權同專制政體都冇所謂。等美國贏咗仗之後，沙特自然會跟住轉變。呢種政權更替嘅幻想，唔單止係新保守派嘅想法，亦係好多自由派、中間派同民主黨人嘅共識。喺右翼，亦有啲異見者主張一種比亨廷頓所講更血腥嘅文明衝突論。佢哋認為伊斯蘭本身就暴力，根本同西方安全唔相容。佢哋支持新保守派嘅戰爭，但唔係為咗中東民主化，而係希望壓制甚至摧毀佢。喺自由派同新保守派共識左邊，亦有一批幾乎係右翼鏡像嘅聲音。佢哋認為對世界構成威脅嘅唔係伊斯蘭文明，而係西方本身。喺呢兩派之間，就係奧巴馬領導嘅進步派。佢嘅媒體盟友會批評沙特嘅暴行，尤其係記者卡舒吉被謀殺事件，而奧巴馬就喺呢段期間推動同伊朗達成協議。佢依然延續咗新保守派一啲方式，
但力度細啲。佢結束咗伊拉克戰爭，卻延長咗阿富汗戰爭，唔再直接入侵中東國家，而係改用無人機發動襲擊。佢嘅外交哲學就係借助美國力量接生一個後美國、後西方嘅世界。呢啲意識形態項目喺中東全部都失敗咗。咁川普又點樣？佢喺以色列同哈馬斯交戰，胡塞武裝準備恢復騷擾紅海航運嘅時候，仲能唔能夠推動亞伯拉罕協議？佢能唔能夠頂住新保守派逼戰伊朗嘅壓力，談出一份比奧巴馬更好嘅核協議？呢就係佢喺利雅得提出嘅目標。佢冇繼續轟炸胡塞武裝，而係宣布我哋打得夠狠，攞到想要嘅嘢，然後就撤咗。佢對伊朗嘅善意唔單止係透過特使史提夫韋特科夫傳達，更加係由佢本人親口講出。我今日嚟呢度，唔單止係為咗譴責伊朗領導人以前帶嚟嘅混亂，而係要俾佢哋一條新嘅路，一條更好、更有希望嘅路。佢對新保守主義同自由國際主義嘅批評，亦比以前更加直白。利雅得同阿布扎比嗰啲閃耀嘅奇蹟，根本唔係咩建國者、新保守派或者自由派非營利組織建造出嚟。呢啲人使咗幾萬億美元都搞唔掂喀布爾同巴格達。佢補充講，最終所謂嘅建國者摧毀嘅國家遠多過佢哋建立嘅，而干預主義者所介入嘅，根本係連佢哋自己都搞唔掂嘅複雜社會。川普嘅願景係一個用利益取代意識形態嘅新中東，一代新領導人正喺超越古老衝突同疲憊分裂，打造一個以商業而唔係混亂為定義嘅中東，一個出口技術而唔係恐怖主義嘅中東，一個來自唔同國家、宗教同信仰嘅人攜手建造城市，而唔係互相轟炸嘅中東。當然，呢啲講法聽落有啲過分樂觀。但喺呢啲說辭背後，我哋可以睇到川普所構想嘅框架，同佢當年推動亞伯拉罕協議嘅方式一致。川普唔會對伊斯蘭世界說教，唔會講咩自由或者民主，亦唔會俾古老仇恨阻住做生意。佢認為中東新一代領導人，例如39歲嘅本薩勒曼，同佢係同一種思維模式。過去一代人之中，阿拉伯世界一直籠罩喺伊朗革命嘅陰影之下。沙特精英特別擔心，如果唔安撫遜尼派神職人員同宗教思想家，佢哋都可能好似巴列維王咁俾人推翻。於是佢哋選擇變相收買啲麻煩製造者，鼓勵佢哋將激進主義輸出去外國。呢種做法最終種下咗911同其他恐襲嘅種子。但對1985年出世嘅本薩勒曼嚟講，佢從細見到嘅唔係伊斯蘭極端主義點樣推翻沙特王朝，而係呢啲極端思想最終會喺整個中東引發無謂戰爭，阻住經濟發展。佢用殘酷手段鎮壓反對者，證明佢有決心壓制任何挑戰者。佢唔驚神職人員，而佢最願意用嘅恐懼係佢喺國內製造出嚟嗰種恐懼。川普願意同佢做生意，就好似佢亦願意同普京打交道一樣。佢更願意同德黑蘭做生意，而唔係同佢開戰。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對此並唔開心，但如果佢想喺川普主導嘅世界入面生存，就要按川普嘅規則嚟。至少川普係咁諗。要喺中東實現和平，川普需要喺商界同競選中展現過嘅全部手腕，仲要有佢喺暗殺威脅中幸運生還嘅命運。但佢第一次已經打咗唔錯嘅基礎，而家佢顯然係打算從上次中斷嘅地方繼續出發。如果話川普本身都有啲中東風格，咁佢就相信，只要阿拉伯領袖都學下佢，中東仲有巨大潛力等緊被釋放。華盛頓郵報駐利雅得記者發返嚟一篇報道，幾全面咁總結咗川普此行第一日喺沙特嘅行程安排。我哋而家一齊睇下呢篇文章。美國總統川普喺星期二宣布，計劃解除對敘利亞政府嘅制裁，並以佢至今最強烈嘅表態，表示願意同伊朗談判，顯示出美國外交政策正經歷一場重組。唔再將任何國家視為永久敵人。
川普喺一次投資論壇上發表演講，正式展開佢第二任期以嚟首次重大外訪。佢喺演講入面提出咗一個宏大但有時互相矛盾嘅願景，關於美國軍事力量喺世界上嘅角色。佢一方面反對美國過去喺中東嘅干預，另一方面又強調若要保衛美國同盟友，佢願意動用武力。事實上，美國最親密嘅一啲朋友，以前曾經係我哋幾代人前打過仗嘅對手。川普話，而家佢哋係我哋嘅朋友同盟友。川普發表呢啲聲明嘅同時，亦都努力吸引呢個盛產石油地區嘅資金投資美國經濟。佢當日出席多場儀式，並簽署咗一大沓投資協議，希望為美國帶嚟實質利益。自從佢落機揮拳同熱情迎接沙特王儲穆罕默德·本·薩勒曼開始，川普就好專注喺為隨行嘅科技巨頭同商界高管爭取各類合作協議。呢場演講帶有啲競選集會嘅氣氛，現場觀眾包括沙特領導人同投資者。當川普跟住你格林伍德嘅 God Bless the USA 天佑美國輕輕擺動身體時，觀眾起身拍照，最後以 YMCA 作結。川普喺演講中講到中東面對嘅一系列安全挑戰，並表示美國願意重新參與解決呢啲問題。佢話絕對唔會容許伊朗獲得核武。不過佢又話，如果可以用限制伊朗核計劃換取解除制裁，佢願意達成協議，仲呼籲德黑蘭接受佢所伸出嘅橄欖枝。佢同時宣布將解除對敘利亞嘅制裁，話係應沙特王儲要求，為敘利亞新政府提供重大支持。為咗王儲，我真係做咗唔少嘢。川普開玩笑咁講。呢啲制裁原本係針對敘利亞前總統巴沙爾·阿薩德多年嚴酷統治而設。阿薩德已經喺去年12月下台，制裁本意係打擊佢政權，但實際上對敘利亞平民造成咗嚴重經濟衝擊。新政府已經與基地組織斷絕過往關係，但由於外界對新領導人意圖仍有疑慮，制裁一直冇解除。美國內外都有批評者指出，制裁若拖得太耐，可能會疏遠嗰啲本來有意同華盛頓合作嘅新領導人，反而加深敘利亞對土耳其等其他支持者嘅依賴。有白宮官員透露，川普計劃喺星期三與敘利亞總統艾哈邁德·沙拉會面，向對方問好。川普又話，當代中東係由呢個地區人民自己創造出嚟，暗示佢會比前任，包括多次批評沙特王儲人權紀錄嘅拜登，更加克制。你哋做到嘅嘢真係令人難以置信。川普向現場包括沙特同美國領導人表示，到最後，所謂嘅國家建設者摧毀嘅國家多過佢哋建立嘅，而干預主義者則係介入咗啲佢哋自己都唔明白嘅複雜社會。川普一向對盟友關係抱持懷疑態度，覺得太多國家享受住美國提供嘅軍事保護，卻幾乎冇任何回報。但喺星期二，佢雖然強調中東國家自主表現最好，但亦誓言，如果有需要保衛美國或者協助保護我哋嘅盟友，我絕對唔會猶豫動用美國力量。任何想傷害我哋或者我哋盟友嘅敵人，都唔會有仁慈可言。川普當日多次大讚沙特王儲，喺台上話佢係一個非常出色嘅人。川普講到穆罕默德，識佢好耐，冇人好似佢。多謝你，我朋友。佢對伊朗示好同解除對敘利亞制裁，對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嚟講係沉重打擊。川普早前宣布唔會訪問以色列，即使佢人喺附近地區，已令內塔尼亞胡大為失望。呢位以色列領導人一直喺呢兩個議題上都好強硬。不過，川普同沙特領導人展現出強烈團結，與拜登喺將近3年前以總統身份訪問沙特時形成強烈對比。拜登曾經講過要令沙特成為人權棄兒，而佢訪問時曾就2018年記者賈邁勒·卡舒吉被殺一事，直接向王儲表達不滿，話佢係坦率直接地指出呢件事唔可以接受。嗰次訪問，王儲冇去機場接機，只喺皇宮同拜登會面，兩人只係碰拳致意。
距離川普首次以總統身份訪問沙特已經過咗8年，期間佢同王儲嘅私人關係經歷咗唔少考驗。川普第一任期內，美國情報機構曾經認定穆罕默德涉及殺害。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卡舒吉，雖然卡舒吉被殺事件之後，沙特一度被國際社會同商界孤立，但而家投資者同品牌已經重新回歸。川普今次喺利雅得發表演講嘅投資論壇，吸引咗 Uber、亞馬遜、貝萊德、SpaceX 等企業嘅 CEO 到場。我哋再次確認呢段重要嘅夥伴關係，並會繼續推進，使我哋嘅關係更加緊密、更堅固。川普喺論壇上講，佢承諾呢段同盟會繼續存在，而家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強大。順帶一提，未來都會保持咁強。我哋唔會好似其他人咁時出時入。川普話，引發現場一片掌聲。川普今次為期4日訪問3個中東國家，係佢第2任期以嚟第一次較長時間嘅外訪。啱啱開始就已經充滿佢中意嘅奢華場面。星期二朝早喺川普降落利雅得之前，工作人員忙住鋪上淡紫色地毯，引導川普從飛機落嚟，一直行到停機坪附近一個豪華場地。朝早，空軍1號臨近降落時，由6架沙特 F-15戰機伴飛。下午，川普坐嘅野獸號總統座駕由阿拉伯馬排陣圍住。軍樂隊同儀仗隊列隊歡迎川普去到沙特皇宮，佢同王儲行過紫地毯，進入一間巨型鍍金嘅大廳，場內坐滿美國同沙特高級官員。川普同王儲坐喺廳前2張厚墊紫色大椅上，活動亦吸引咗2國最富有、最有影響力嘅商業同科技界巨頭，佢哋穿過大理石走廊，逐一同2國領導人打招呼。有嘉賓帶住幾份打印資料，簡短介紹一啲項目。洛杉磯時報老闆、億萬富翁、醫學研究者兼投資人孫大衛同川普談笑風生。OpenAI 聯合創辦人山姆、奧特曼揮動雙手熱烈討論。現場約有250位嘉賓，顯示川普對促成美沙商業合作相當重視。賓客包括黑石集團 CEO 蘇世民、貝萊德 CEO 芬克、亞馬遜 CEO 賈西，仲有花旗、Google、諾斯羅普、格魯曼、Uber、可口可樂、波音等高層。大家都知，世界上最大型嘅商界領袖都喺呢度。川普喺下午同王儲會面時講，王儲全日陪住佢，佢哋會帶住好多支票返去買你哋準備提供嘅各種產品。佢聲稱呢次短短24小時嘅沙特行可以創造大約200萬個職位。川普話佢已經獲得6000億美元投資承諾，雖然細節唔清楚，但有啲投資早就公布咗，公開數據加起嚟都未達6000億，更加未到佢之前希望沙特提供嘅1萬億。承諾之一係一份價值1420億美元嘅軍售協議。根據白宮嘅摘要，呢份協議會由10幾間美國軍工企業為沙特提供武器裝備，並加強軍事訓練，提升沙特軍隊能力，進一步鞏固美國喺呢個動盪地區嘅盟友地位。呢份聲明延續咗多屆美國政府對沙特嘅大規模軍售。根據國會研究處2023年報告，喺2010至2020年間，美國提出嘅對外軍售建議超過1000億美元。今次外訪第一站，川普家人冇現身。過去幾個禮拜，佢哋積極喺中東幫川普集團尋找商機，令總統歷史學者同政府監察組織覺得係對白宮倫理規範嘅全新考驗。川普預計喺星期3早上會出席海灣合作委員會會議，下午轉往卡塔爾。此行正值美國現任及前任軍方、國防部與特勤局官員對卡塔爾政府已贈川普使用一架豪華專機表示安全擔憂。川普預計星期5結束行程，前往阿聯酋。佢曾表示，若俄羅斯總統普京同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有會談，佢可能前往土耳其。但佢星期2表示，美國國務卿馬可魯比奧將會喺本周稍後時間赴土耳其出席會談。白宮官員話，特使史提夫、維特科夫同基斯、海洛格都計劃同行。
面對川普遞出嘅橄欖枝，伊朗方面亦作出咗回應。有伊朗官員透露，佢哋提出咗一個方案，希望建立一個引入美資，並由其他阿拉伯國家共同參與嘅聯合核濃縮項目，作為對華盛頓要求拆除核設施嘅替代選項。根據4位知情嘅伊朗官員透露，伊朗提出成立一個由地區阿拉伯國家參與並引入美國投資嘅聯合核濃縮計劃，以此作為對華盛頓要求其拆除核項目嘅替代方案。呢4位伊朗官員表示，伊朗外交部長阿巴斯·阿拉格奇喺星期日喺阿曼同美國特使史蒂夫·維特科夫進行咗直接同間接會談時提出呢個構想。由於涉及敏感議題，佢哋要求匿名。星期二，伊朗多間媒體喺頭版報道咗伊朗新嘅談判方案，其中之一係同伊朗革命衛隊有關聯嘅法爾希克特金報。該報質疑呢個提案係為國效力定係叛國。維特科夫發言人拉迪·巴斯克斯星期二否認喺談判中提出過呢個方案。有匿名消息人士聲稱，上次阿曼談判中討論咗聯合核濃縮計劃，完全唔真確。佢話呢個提案從來冇被提出或討論過。而家仲唔清楚呢個提案如果涉及伊朗同佢兩個主要地區對手沙特阿拉伯同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咁樣嘅地區核項目到底有冇可行性？伊朗同美國已經45年冇建立外交關係，而美國私營公司亦可能因各種限制唔願投資喺伊朗嘅核反應堆項目。川普總統星期二訪問沙特阿拉伯時批評伊朗支持中東地區嘅代理武裝組織，但佢亦表示，如果能夠透過外交途徑同伊朗達成協議，將令呢個地區更安全。我想同伊朗達成協議，川普話，如果我能夠達成協議，我會好開心，因為呢樣嘢可以令你哋嘅地區同全世界都變得更加安全。但佢亦警告話，伊朗領導人必須盡快作出決定，否則將面臨更多由制裁帶嚟嘅經濟壓力。而家就係佢哋作出選擇嘅時候。佢話：我哋冇太多時間可以等。根據4名伊朗官員同新聞報道，伊朗嘅建議係建立一個3國核能聯盟，由伊朗負責將油濃縮至低濃度，低過製造核武所需嘅濃度，然後運送去其他阿拉伯國家作民用用途。容許伊朗將油濃縮至3.67%嘅協議，會同2015年伊朗同世界列強達成嘅核協議類似。不過一個主要分別係，新方案中將會有其他國家代表，甚至可能包括美國，常駐現場，加強監督同參與程度。4位伊朗官員表示，唔同於2015年核協議設有15年期限，呢個新嘅聯合計劃係永久性嘅。咁樣可以令曾經退出核協議嘅川普總統聲稱，相比奧巴馬總統，佢由伊朗獲得更多讓步。國際危機組織伊朗事務主任阿里·瓦伊茲指出，雖然呢個聯合項目構想新穎，亦未經實踐，但談判雙方的確需要試下唔同嘅路徑。佢哋基本上已經去到一個地步，必須跳出零和博弈嘅框架，雙方先可以保住面子。佢話喺星期日阿曼談判之前，伊朗同美國似乎已陷入僵局，爆發軍事衝突嘅風險不斷上升。伊朗同美國官員都表示希望避免開戰，以外交途徑解決對峙。喺多次對華盛頓要求立場反覆之後，維特科夫最近接受布賴特巴特新聞網訪問時明確表示，美國嘅目標係徹底拆除伊朗核項目，即完全唔准濃縮活動，並關閉納坦茲、福爾多同伊斯法罕3大關鍵設施。伊朗官員多次強調，關閉核項目係佢哋唔可妥協嘅紅線。阿拉格奇外長迅速喺伊朗媒體上回應維特科夫，話伊朗為咗民用核計劃已經用鮮血付出代價，係指伊朗核科學家俾以色列暗殺。佢話伊朗有權將油濃縮至民用級別，呢唔單止係國家榮譽，亦係唔可談判嘅底線。不過喺阿曼3小時會談之後，維特科夫同阿拉格奇雙方都以溫和語調評價談判，形容其富有成效，令人鼓舞。
佢哋表示會繼續交由專家技術團隊推進，下一步將圍繞核設施同與解除制裁有關嘅金融議題展開細節談判。亞曼外交部長巴德爾·亞爾布塞爾迪喺社交媒體發文表示，星期日嘅會談包含有創意嘅實質內容，體現雙方希望達成有尊嚴協議嘅共同願望。阿拉格奇喺會見美方之前曾到訪沙特阿拉伯，喺同維特科夫會面之後隨即前往阿聯酋。目前尚未清楚沙特同阿聯酋是否有意參與與伊朗嘅聯合核能計劃。呢兩個國家都表示希望德黑蘭同華盛頓之間可以達成協議，以避免地區戰爭，但同時亦都有意發展自己嘅民用核計劃。2020年，阿聯酋成為第一個啟用核電廠嘅阿拉伯國家，話係為咗減少對石油嘅依賴。不過其與美國簽訂嘅協議禁止其進行鈾濃縮，呢個舉動引發外界擔憂，可能會喺阿拉伯國家之間掀起一場核技術競賽。伊朗前外交官、2015年核談判團隊成員塞爾德·侯賽恩·穆薩維安喺2023年原子科學家公報中首次提出建立地區核能聯盟嘅構想。穆薩維安目前喺普林斯頓大學任職，並與該校物理學家法蘭克·馮·希佩爾一齊撰寫咗相關文章。穆薩維安喺接受訪問時表示，如果呢個提案能夠推進，將有助於解決美國多個關切問題。佢指出，呢個方案可以透過削減伊朗濃縮能力同鈾庫存來消除即時核威脅，亦可以回應外界對伊朗喺2015年協議退出後反悔行為嘅長遠憂慮。如果川普宣布達成地區核協議，咁就係一場重大勝利。穆薩維安話，咁樣可以消除伊朗帶來嘅即時同未來威脅，控制地區濃縮野心，亦為美國人帶來新協議。我哋再睇一條同美中貿易協議相關嘅重要消息。川普政府宣布下調對來自中國價值$800以下商品嘅關稅，平均削減幅度達到54%。而經商業快遞送到美國嘅包裹，關稅亦由原本嘅145%降到30%。以下係 CNN 提供嘅詳盡報導。呢個禮拜，中國嗰啲本嚟免稅但而家徵收高額關稅嘅商品，對購物嘅人嚟講稍為有啲喘息空間。不過，剩低嘅關稅仍然有可能干擾到幾百萬美國人，特別係嗰啲慣咗喺超平價電商平台例如希音同拼多多購物嘅消費者。川普政府將嚟自中國嘅最低限度包裹，即係價值$800或以下嘅商品嘅關稅，從120%降至54%。至於經商業快遞運送嘅包裹，關稅亦由145%大幅下調至30%。此外，根據禮拜一發出，並會喺禮拜三午夜後生效嘅行政命令，原定6月1日開始，每件郵政包裹嘅$100固定費率將加至$200嘅措施，亦都唔會實施。呢個改動反映出中美貿易戰目前嘅狀況，雙邊關係有改善，但離1月之前嘅水平仍然有段距離。禮拜三，中國宣布未來90日內會將對美國商品徵收嘅整體關稅降至10%，而美國對絕大部分中國商品嘅關稅亦降至30%。呢啲關稅係喺川普總統展開第2任期之前已經加徵嘅基礎上再搭加上去。禮拜一嘅行政命令緩和咗對最低限度郵政包裹加徵嘅120%關稅，將稅率降至54%。不過，呢個新稅率淨係適用於由郵政服務處理嘅包裹。至於經 UPS、FedEx 等快遞公司運送嘅包裹，則適用於中國商品嘅基準關稅。美國目前已經將嗰個稅率降到30%，但對好多企業同消費者嚟講，依然係個沉重打擊。最終，關稅壓力都會落喺美國消費者身上，尤其係依賴中國平價商品嘅低收入群體。貿易專家同 CNN 講，美國人而家可能會面對更長嘅等待時間同更高嘅價格。咁樣比起之前已經好啲，但歸根究底，呢依然係對基本生活用品，例如衫褲鞋襪等，
嘅一種重大干擾，而呢啲商品原本係靠最低限度豁免先可以運過嚟。自由意志主義智庫卡托研究所嘅貿易政策研究員克拉克帕卡德對 CNN 表示，政策反覆無常。最低限度豁免政策曾經令中國電商巨頭如希音同拼多多可以大批量將平價商品湧入美國市場，數以百萬計嘅美國人都靠呢啲商品生活。但自從川普總統首次對中國入口商品實施懲罰性關稅之後，局勢一度陷入混亂。美國郵政總局曾經短暫停止投遞嚟自中國嘅包裹，配送時間亦因此變長。喺呢項豁免政策2個禮拜前到期之後，有消費者同 CNN 表示，佢哋喺希音同拼多多加價之後，已經好難再喺呢啲平台買嘢。今年5月初最低限度豁免一到期，幾個鐘之內，拼多多就宣布會對運輸模式作出重大調整，所有面向美國嘅銷售都會由美國本地賣家發貨，並聲稱美國消費者嘅商品定價會維持不變。CNN 已經就新關稅實施之後，拼多多有冇更新其運輸政策向該公司查詢，但截至目前未獲回覆。廉價入口商品仍然面對住相對較高嘅關稅，主要原因係川普政府聲稱要打擊通過呢啲包裹走私非法物品，例如芬太尼。帕卡德亦指出，外界對最低限度豁免政策嘅質疑越嚟越多，批評者認為呢項政策損害咗美國本土企業嘅利益，亦令美國消費者暴露於假冒或者危險商品之下。企業加緊儲備供應，呢項政策嘅反覆無常，搞到貨運公司同消費者都一頭霧水。即使稅率有所下調，對於呢啲龐大電商企業所帶來嘅影響仍然未明朗。貿易專家表示，中國電商巨頭好可能會把握今次緩和期喺美國大量囤貨，特別係企業開始為繁忙嘅假期購物季做準備。拼多多同希音已經開始擴展佢哋喺美國嘅倉儲網絡，以縮短運送時間。希音喺舊年已經開始備貨，並以批量形式將商品運到美國倉庫。彭博社今年2月亦曾報道，拼多多已經着手重整中國供應鏈，要求供應商工廠批量將貨品運往美國倉儲中心。呢個月，一啲拼多多美國買家投訴話，有啲商品已經缺貨，或者好多商品根本買唔到。隨住中國電商網站商品價格上漲，低收入家庭將成為最受影響嘅群體。根據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同耶魯大學經濟學家喺2月發表嘅一項研究，美國最貧窮郵政區域接收嘅最低限度包裹佔總數嘅 48%， 而最富裕地區只佔 22%。呢啲措施會傷害到嗰啲原本就比一般美國人更加辛苦嘅人，帕卡德表示。達沃斯論壇創辦人克勞斯斯瓦布早前辭職。華爾街日報有篇調查式報道，爆出咗當中令人震驚嘅內幕。數十年嚟，克勞斯斯瓦布就好似國王咁統治住達沃斯。不過呢個統治喺某個星期五下午，佢發俾世界經濟論壇董事會一封電郵入面正式宣告終結。本來喺華爾街日報喺2024年展開調查，揭露該論壇存在對女性同黑人員工有毒嘅職場文化之後，斯瓦布似乎正朝住一個優雅退場邁進。但去到4月18日星期五，論壇審計委員會建議對一波新嘅內部舉報展開調查，而舉報對象就係斯瓦布同佢老婆希爾德。斯瓦布非常憤怒，於是發出咗一封2段式電郵，威脅會對董事會成員履職情況展開調查，並指控佢哋正喺危及組織嘅未來。你哋有24小時時間撤回發俾董事會嘅備忘錄，並明確表示對我名譽受到質疑感到遺憾。佢喺電郵入面咁寫。佢仲提出建議，為咗方便你哋撤回，可以指出我會提出刑事訴訟。電郵最後寫住此致敬禮，克勞斯。呢封爆炸性電郵原意係想阻止董事會正式回應有關斯瓦布夫婦多年嚟將私人財務同該非牟利組織賬戶運用嘅指控，但結果反而適得其反。呢位87歲嘅世界經濟論壇創辦人，即每年1月喺阿爾卑斯山舉行嘅豪華達沃斯盛會背後嗰間瑞士機構，如今就深陷風暴中心。多年嚟，
施瓦布一直親自挑選論壇高層，亦都會炒掉唔順從佢嘅員工。佢親自邀請皇室成員、政要同 CEO 加入董事會。佢老婆就作為一個附屬基金會負責人以及組織最顯眼嘅義工之一，擁有好大自由權力。如今呢位創辦人同佢一手建立，以鐵腕掌控嘅組織反目成仇。據知情人士透露，論壇律師已經指示施瓦布唔可以銷毀電郵、財務文件或者其他記錄，並禁止佢接觸員工或者使用論壇嘅電腦系統。施瓦布表示，佢同佢老婆否認舉報信中提及嘅所有指控。我哋認為，審計同風險委員會以及董事會喺未有事前深入討論情況下授權展開新一輪調查，實屬反應過度。佢喺一份聲明中咁講：我同我老婆希爾德喺過去55年間一直奉獻於公共服務，一直恪守最高嘅專業、財務同道德標準。聲明咁寫。世界經濟論壇表示，其董事會已一致決定就舉報信中涉及嘅指控展開獨立調查，並已獲得瑞士監管機構支持。整個過程會係全面、嚴謹同及時。論壇喺聲明中表示，過去幾週嘅發展唔會改變世界經濟論壇對其使命同價值觀嘅堅定承諾。聲明補充，包括即將喺中國天津同美國三藩市舉行嘅會議。呢場危機令論壇董事忙於控制組織內部震盪。該組織每年營收約5億美元，當中大部分嚟自企業夥伴嘅會費。大型銀行、顧問公司同科技巨企年復一年投入數十萬美元資助達沃斯會議同其他活動。銀行家同 CEO 們表示，喺達沃斯5日內完成嘅業務，遠遠多過幾星期周圍出差。大部分交易都喺遠離記者同普通與會者嘅私人套房同會議室內完成。訪問權限有分級，係根據頸上掛住咩顏色證件而定。呢種等級制度令貴賓們樂此不疲。本文根據對高層論壇官員、現任及前員工、知情人士嘅訪問，以及《華爾街日報》查閱嘅內部文件編寫。繼任風波。論壇每年一度嘅權力聚會已經令瑞士小鎮達沃斯變成家傳戶曉嘅名字，亦為呢個非牟利組織積累咗大量豪宅同現金儲備。施瓦布一直係論壇無處不在嘅主持人，主導公開同私下會議，經常以佢對全球化、科技同地緣政治嘅口號式言論亮相。論壇大約有30位董事，包括貝萊德 CEO 拉里、芬克、大提琴家馬友友、前美國副總統阿爾、戈爾同約旦皇后等人。去到2024年1月，有啲董事已經開始私下商量點樣勸施瓦布交棒，展開權力交接。施瓦布與其副手前挪威外長布倫德之間嘅衝突愈來愈頻密，干擾咗日常運作。知情人士話，施瓦布對日常招聘決定甚至吸引年輕與會者嘅策略都要親自插手。董事們揾嚟施瓦布老友雀巢前 CEO 布拉貝克、萊特馬特幫手，想促成一個體面嘅退場。雖然佢對施瓦布有一定影響力，但仍然遇到阻力。施瓦布堅持退休必須由佢自己決定，而且即使退休，佢對論壇嘅影響力都唔會完結。論壇章程寫明，創辦人本人指定繼任者，該繼任者亦因此接任下任。施瓦布或至少一名直系親屬必須喺董事會入面有一席位。佢計劃逐步交出職責，並親自參與揀選繼任者。但喺2024年，《華爾街日報》就論壇職場文化聯絡論壇要求採訪時，呢個計劃被打亂。施瓦布喺顧問建議下決定轉移焦點。佢喺5月向員工發備忘錄，宣布會從執行職務上退下，改為非執行主席。佢仲寫信俾《華爾街日報》出版人同總編輯，指記者引用咗不滿前員工嘅說法。2024年6月29日，《華爾街日報》刊出文章，訪問咗數十位現任、前員工同知情人士，指出論壇存在對女性同黑人員工嘅不友好氛圍，包括性騷擾、種族歧視同懷孕歧視事件。論壇發聲明否認報道內容，並威脅會控告誹謗。包括輝瑞同萬事達喺內嘅部分企業夥伴向論壇發信查詢相關指控。董事會指派一個委員會負責應對，由安盛CEO布貝爾領導。
埃森哲 CEO 朱利、斯威特同海雷集團聯合創辦人大衛·魯賓斯坦參與。該委員會聘請美國科文頓律師事務所同瑞士洪堡律師事務所展開調查。調查由前美國司法部長埃里克·霍爾德負責，歷時數月。幕後緊張情緒不斷升溫。2024年8月，施瓦布發電郵捍衛佢名譽。我本來可以將論壇成立為一間商業公司，畢竟我一開始承擔咗全部創業同財務風險。如果咁做，我可能而家會被叫做白手興家嘅億萬富翁。2024年11月，施瓦布喺短信中表示，關於針對非洲裔人士嘅種族主義，我要講清楚，我係因為反對種族隔離嘅努力，被伊麗莎白女王授予爵位。知情人士指出，呢類說法令部分董事同高層官員覺得施瓦布越嚟越絕望，仲經常誇大佢喺結束南非種族主義政權中嘅作用。事實上，英國外交部頒授施瓦布榮譽爵位嘅公告中完全無提及種族隔離，只係表彰佢喺環境保護同可持續發展減貧方面對英國全球優先事務嘅貢獻，並稱達沃斯係獨一無二嘅全球論壇。佢一定要走。2025年3月一場董事會議上，霍爾德建議調查之後要有人事調整，當中佢特別強調一個人，施瓦布個仔奧利維耶·施瓦布。佢一定要走，霍爾德對董事會話。霍爾德引用證據指出，奧利維耶縱容佢下屬嚴重性騷擾行為，就係《華爾街日報》2024年報道中一宗案例，仲喺調查中誤導調查人員。科文頓律師事務所未就此作出回應。施瓦布勃然大怒，佢個女尼可爾喺2024年12月離開論壇。佢對董事會話，佢唔同意炒佢仔，仲威脅話要報復。家族發言人表示，施瓦布冇參與關於佢仔去留嘅討論，但曾經威脅，如果科文頓報告點名佢仔同兩位親信，佢就會辭職。最終達成妥協，由奧利維耶自己辭職，而唔係被解僱。奧利維耶透過發言人表示，2018年2月，當佢確認下屬行為不當之後，立即將其解僱。之前嗰啲傳聞只係風聲。2025年3月24日嗰個星期，布倫德多次邀請施瓦布討論論壇重組計劃，施瓦布每次都以各種理由推搪。董事會最終通過咗嗰份計劃。3月27日，布倫德發出一份3700字備忘錄，宣布管理層重大調整，包括新任命同權力再分配。施瓦布同其他員工一齊收到呢份備忘錄，發現內容包括佢個仔辭職，同兩位親信薩亞迪亞、扎希迪同傑里米由爾根斯嘅職權被削減。施瓦布非常震怒，指責部分被提拔嘅人能力唔夠，並向布拉貝克·萊特馬特投訴，話論壇未來關鍵決策無同佢商量。後者毫不留情，直言佢應該辭職。董事會感到震驚，特別係施瓦布竟然為咗保住佢個仔而無視獨立調查結論。4月2日，克勞斯·施瓦布向員工同董事會宣布，佢將會辭去主席職務。世界經濟論壇表示將會啟動尋找繼任者嘅程序，目標係喺2027年1月之前完成過渡。舉報者來信。大約2個星期之後，一封署名代表現任與前任員工嘅長信發到咗董事會成員電郵箱入面。呢封信列出咗11項指控，涵蓋濫用論壇資源、施瓦布對女性員工嘅言行，包括令佢哋感到唔舒服嘅私人評論同其他溝通方式，仲有奧利維耶、施瓦布處理性騷擾事件嘅手法。信入面仲指出其他治理失敗問題，包括論壇喺一家名為蒙迪別墅豪宅嘅奢華開支，呢個項目係由希爾德·施瓦布主導。2018年，論壇花咗大約3000萬美元買入呢間位於總部旁邊、俯瞰日內瓦湖嘅豪宅，仲花咗大約2000萬美元裝修。希爾德主導整個項目。根據舉報信同一位知情人士透露，佢仲控制咗論壇員工點樣、幾時使用呢間別墅，其中成層樓嘅空間被員工告知係施瓦布家族專用。舉報信仲指控施瓦布濫用論壇資源同人力，試圖推動自己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提名。
呢唔係一項世界經濟論壇嘅倡議，而係一次偽裝成組織任務嘅個人行動。信入面寫道。施瓦布發言人表示，施瓦布同佢老婆否認舉報信入面所有指控，包括有關蒙迪別墅同諾貝爾獎提名事件。好多喺論壇董事會服務多年嘅成員，突然之間面對一個問題，佢哋到底有冇對組織進行有效監督？佢哋開始諮詢董事會律師。4月18日，受難節，由安盛集團 CEO 布貝爾領導嘅審計委員會通知董事會所有成員，計劃就舉報信內容展開新一輪調查。施瓦布向董事會表示，信中內容全部係謊言，並聲稱之前由科文頓主導嘅調查無證實過任何針對佢嘅指控。布貝爾回應話，如果施瓦布真係冇問題，就應該接受調查。隨後唔耐，施瓦布就發出咗嗰封帶有威脅意味嘅電郵俾審計委員會，委員會將電郵轉發俾整個董事會。布拉貝克·萊特馬特打電話俾佢多年好友施瓦布，展開一場艱難對話。施瓦布試圖解釋，話再接受一次調查係不可接受，但布拉貝克·萊特馬特唔同意。星期六晚，施瓦布其後向董事會發送辭職電郵。佢喺信入面寫道，佢嘅遺產已經確立，無需進一步認證。佢列出自己獲得超過20個榮譽博士學位同教授頭銜，並寫道，我因推動經濟發展、促進和解，甚至避免戰爭嘅努力，獲得多國最高國家榮譽。施瓦布全面崩塌喺復活節星期日達到高潮。當日，論壇董事會召開緊急會議，會議大約持續2個鐘。雖然仲有部分董事表達對施瓦布嘅支持，但最後全體一致認為應該啟動調查。成個復活節週末，董事會同律師進行密集磋商，擔心施瓦布或者佢嘅代理人可能會試圖銷毀證據，必須迅速行動。4月21日，星期一，論壇發出聲明，表示施瓦布已決定即時辭去主席職務。施瓦布發言人表示，佢當初並無意喺電郵中威脅董事會。同時，發言人補充話，施瓦布已經喺瑞士對舉報信匿名作者提出刑事訴訟。以上就係今日閱讀天下節目嘅全部內容。我哋呢個節目逢星期一至五，美國東岸時間下午6點準時播出，為大家精選英文媒體上面最值得關注嘅報道同評論。我哋所做嘅係忠實翻譯，不會改動內容立場。有啲比較長嘅文章，我哋會進行內容摘要，並會向觀眾清楚說明。希望透過呢個方式，為中文世界嘅觀眾呈現英文世界嘅聲音。多謝大家一直以嚟嘅支持，特別多謝各位有打賞嘅朋友。我哋聽日同樣時間再見。